昨日公车关的卡比胖拉长期翁仔，就伫咧安平渔人码头，以经典的泡汤造型来现身，还佫有手头抱着打面的卡比胖拉，不管任何造型模样，拢相当古锥。卡皮巴拉特别可爱，又特地下来这边晃一晃、绕一绕，然后旁边也有摊贩什么的，都非常好逛。然后看到这个那个图还是蛮可爱的。台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卡比胖拉台南梦翻天活动，草皮顶悬50只细只的卡比胖拉纸条装置，搭配着海港美景以及暗时仔的灯光秀，开店2礼拜以来，已经吸引超过20万人次参观。今年也搁头摆安排假日市集，第一个礼拜有大约30组文创甲美食单位，大量人潮互市集生意呛呛滚，互济摊商拢想要他价报名，目前已经增加到51搭。看人潮还不错人不少这样子，对啊，还想说来试试看。现在我们活动的卡比胖拉，买一份就会送2张贴纸，展期到10月19号。那今年活动首次移师安平的渔人码头举办，大幅减少对安平老街的交通冲击。另外，观光旅游局嘛，跟在地30间业者合作，提供各种优惠活动。市区动物园嘛，同款有卡比胖拉的原型，欢迎大家来台南看水滴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